请会众安静心，关手机，来开始礼拜。全地啊，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乌鲁的诗歌来到伊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无养的羊群。请咱做伙吟诗来乌鲁上帝，献诗第281首，献诗第281首，上帝只是临在，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游玩徛伫，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有印伫现世的上头前。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天主，对圣神同胎，对耶稣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来多地来受苦，天是一个死埋葬荣富，第三日天下的国王，一名他的一专的上帝高明，一位天下过来生活我来西安，我信圣神，我信血，共同教会，圣徒相通，罪下列，有退不亡，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同心来启言，启言文第22篇，启言文第22篇，也就是诗篇第95篇，记载伫献诗后壁面第1039页的所在。我来启，请兄弟来演。咱用高度的方式来启言。来啊，咱来唱歌阿罗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结亲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伊无有的恩quyền，是祝福的主名。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俄罗斯的大年，伫过去2年疫情下，台湾游玩平安，经济偏顺，感谢你。但是阮知影，是阮人类有罪，无好好对待你创造的地球甲环境，才有即场大灾害。阮知影，教育是你予阮的礼物，予咱甲其他动物有差别，因此。阮邀请得胜者事工学会的杨传道来传教主的会务，恳求圣神来到阮的中间，礼拜一切顺利，得到上帝欢喜接纳。阮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9到10节，也阁有16节。我是门，通过我即个门入来的会安全，通出入入，阁会顺着草坡。贼来一定是要偷掠、要杀、要毁灭。我来是要互伊得到活命，得到真丰盛。我也有其他的羊无属即个羊场。我嘛一定会带因来，因会听我的声，嘛会成做一群，归属一个牧者。愿上帝祝福伊，叫人伊领受伊的话，搁照安尼行的人。
这时社庆团契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赢的诗歌是恩典之路。愿一切的歌声，牵奏芳芳的歌，来到主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为咱见到的是得胜者时光学会的杨端都，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另外有一份羊。把时间交予传道。感谢牧师，阁执事。我真欢喜，今日来到这，我是得胜者教育学会杨启香传道。今日伫这，我要向大家来分享得胜者的计划甲使命。伫这，我要代表得胜者教育学会，阁一届来向南洋长老教会兄弟，向牧师来说多谢。因为过去我知影，我是宜兰人吼，我以前阮爸爸妈妈伫所有长老教会聚会，我细汉的时阵嘛有去，然后但是我当初还袂信耶稣，差不多18岁的时阵，然后才伫内城信了耶稣。20几岁的时阵，我印象最深刻的，因为我第一届接触得胜者
的课程的时阵，我都是来到遮来受训练的吼。所以我真正是足感恩的，嘛感恩足济就是牧者啊，搁足济兄弟过去有济人参加得胜者的课程，然后进入校园内面。伫学校来加做守望者，来教育学生，嘛，真正是透过这个课程改变足侪学生，所以真感谢牧师，啊，搁感谢各位兄弟。我今日呢，伫遮嘛要来向大家来分享，一个讲道的这篇讲道吼，叫做“另有一群羊”，另有一群羊吼，我。真介意这间教会，我实在我伫网络找照片的时阵，我看到哇，这张足水的，所以我一定爱放这张吼。另有一群羊，我今日甲大家来分享之前呢，恁会听到吼，我的台语实在是袂认得，因为阮爸是外省，所以阮家大部分拢讲国语，所以我尽量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们即摆先来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是阮得胜者教育协会拍摄，那这个影片伊是用国语的，那加拍摄，因为我无台语版的，但是这个影片阮家己看，我大概看我拢流目屎，因为我真正足感动的。咱来看这个影片。我觉得每个小朋友他们都像一块宝一样，只是说他们的环境不是他们所决定的。运用这些方法，那他们就可以自己去找答案。我觉得从小一个人的品格对的话，他就知道如何成长，他如何长大，自己会学会自我管理。我是朱玉德，我是得胜宝宝，今年16岁。朱玉德哈，他国小1年级的时候我认识他，他今年是高1嘛。后来我们才慢慢发觉说他是没有母亲，3岁啊4岁都跟着我，他妈妈都离开了。虽然我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可是爷爷奶奶对我的爱是不会像一般有爸爸妈妈小孩少的。对爷爷奶奶，他真的是非常孝顺，他自己就知道我要努力读书，去回报爷爷奶奶，还有如何对老师感恩的态度。虽然我家里是很穷，他是很穷的孩子，但是他志气很大。国际党上书院。我觉得师母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他用得胜者课程带给我很多的帮助。
像我上礼拜送他去学校，我就说，哎呀，朱一德，你会不会惋惜你出生不像别人那么幸福啊，有父母在身边？他就说不会啊，我对每一件事都充满感恩。我觉得这样的话，德胜课程就值得了。我觉得我还是很幸福啦，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好好把书念好，这样。对，希望以后我2个人那么老了，以后我们不在啊，往生啊，到之后啊，最多能够做一个有为的青年，为社会来服务。我今年25岁，那我是在大概13岁左右，接触到德胜课。妈妈要搬走的那个夜晚，我知道她就是要离开我们，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想要挽留她的这样的一些话语，这样子，就眼睁睁看着她走，这样。因为家里的复杂因素带给我一些，可能是有一些封闭自己的一个状态。对，那德胜课，当遇到这些需要的，家庭的小孩，我看见他们无私的爱，也经历到很多神在我们身上，很多数不完的恩典。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上帝的聪明比我们聪明，了解吧？那我现在对自己的期许就是，希望可以成为教会或是每个家庭，服侍他们的一个器皿或是管道。如果这些学生他就成为一个种子，那他们可以散播到各地，带给别人，那对他们才是真正的福气。我只是影响小小，但是上帝可以感动更多人，也要做这件事。Sponsor for 300 NT per student. You can sponsor Taiwan Champions, helping more and more students go into learning how to forgive. Thank you so much.我大概看这个影片的时阵，我嘛是大概拢足感动的，因为这个老师，破病的时阵得到癌症，然后我有去病院看伊。迄当阵去看伊的时阵，伊嘛是一直伫甲人、甲隔壁病床的人传福音，然后伊定定做化疗，早起做化疗的时阵，下晡就搁去学校教得胜者课程。我迄当阵拢甲口劝讲，毋免啦，即个代志互少年人做就好啊。搁足侪志工老师，伊讲袂使，我毋知影我搁会当活偌久。所以我一定爱去传福音，我一定爱去学校来疼疼这的细囝。所以真正是感谢伊，因为有伊，所以头拄仔恁看到迄2个囡仔改变，搁足侪囝仔。迄个师母伊是小儿麻痹的，
迄当阵伊的班级在4楼，然后牧师大概拢甲爱去哩，从1楼甲爱到4楼，然后去教册。所以阮看到即个足侪得胜者的志工老师，真正是付出伊的生命，付出伊的爱心来帮助足侪囡仔。所以我嘛真正感谢过去即个教会牧者，搁兄弟姊妹，甲足侪兄弟所做的一切，我伫遮深深的感谢。圣经有讲，头拄仔诗会时阵有读遮的圣经，歹势，诗会有读圣经，我搁来读一遍。我的台语无练转，但是我是真正认真有伫学。约翰福音第10章第9节，我就是问，若有对我入个就要得救，搁要出入，也要得到草料。贼来，毋通是爱偷、爱杀、爱灭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活，搁有丰盛。我搁有羊，毋是属即条的，我的确带因来，因嘛要听我的声，搁要加做一群归一个牧者。这是我今日特别来遮，要来向大家来分享的，因为搁有羊，毋是伫教会内面。搁有羊是伫外面，搁有羊是伫外口拉拉嗦，搁有羊是伫学校内面，所以咱需要去因的中间，甲因带来。我真正是真感动，因为今日来教会时阵，我头一个看到的人是戴老师，以前是阮学校的老师哦，所以真正是足感恩的。搁师母嘛伫遮，嘛是阮学校的老师，因所做的一切。影响了足侪学生，迄是教育。你知影，得胜者的老师，虽然我毋是教学校的功课，但是阮是教生命，阮是教好的品格。这好的品格会当影响囡仔的一世人。就亲像影片内底迄2个囡仔，其中一个、第2个互采访的迄个年轻人，伊的哥哥。因的家庭是破碎家庭，伊的哥哥无上到得胜者课程，然后弟弟上得胜者课程。哥哥的结局是，伊有一摆食毒，然后就自杀了。你知影得胜者的课程，阮无法度直接甲囡仔传福音，但是因为得胜者志工老师的陪伴，志工老师的陪伴。影响了足侪囡仔，互因的生命会当改变。所以，咱即马爱来看，即个世间的光景到底是倒一款的？这拢是对新闻甲伊揭露下来哦。有一个囡仔，因为咱即马知影足侪囡仔拢有手机啊，有一个囡仔手机啊伫学校被老师没收，国中3年级，足生气的，伊就甲老师一直甲老师拍。佮一个囡仔。有一摆，伊个囡仔不肚疼，然后妈妈甲带去医生馆的时阵，然后一个检查了，就发现哇，国小5年级竟然怀孕了！哇，迄当阵大家就想讲，哇，她是不是去用强去啊？后来因做访问做调查了，才知影讲，互伊怀孕的是呢同班同学，国小5年级，因为。学校甲因教性别教育，学校甲因教安那去做迄块的代志，所以囡仔听上课听者，然后2个就相约到厕所里面啊。还有囡仔食毒，同细汉的15岁，我阁有接触好了一些在我当阵伫新北学校的时阵，新北地区、新北市的时阵。我阁听到讲有足侪国小的，这是15岁，但是有讲真侪国小的，因为迄一个较偏僻的所在，讲国小孩子，4、5年级，为了100块、200块去运毒。你可以看到说，台湾到底怎么了？咱的社会即马是变做什么款？这是我转来宜兰的时阵。
2020年的新闻，离我们不太远，即摆是2022年，溪北甲溪南拢有一个国中生，溪北一个，溪南一个国中生自杀。你看到这拢新闻足侪，咱看到足侪即款的新闻，咱所看到、所听到，这拢是冰山的一角。咱毋知影讲到底社会是啥哪会安尼，但是咱知影，因为遮个遮侪行为，咱毋是看伊做无好，看伊哪会安尼，哪会变做安尼呢？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真正是疼囝的，但是即摆的教育、即摆的环境、即摆的社会、即摆的媒体，拢是伫害遮的囡仔。头拄仔咱读的圣经内底有讲，贼来毋若是爱偷、爱杀、爱卖无。咱看到足侪囡仔，因为即个社会，因为毋对的教育，因为足侪毋对的陷害，所以遮个囡仔，就行去毋对的，行摇错的路咯。这是一场抢夺青少年的战争。这是一场要抢羊群的战争。阮讲，还佫有一群羊伫外面乱踅，还佫伫学校听到毋对的教育，听到毋对的价值观信念，需要咱，真正是需要咱。第二点，另外佫一群羊，另外的羊群伫倒位？圣经有讲的。我佫有样毋是属这条的，我的确。带因来，伊嘛要听我的声，搁要食做一群，规一个无食。这是耶稣安尼甲咱讲的。圣经内底安尼甲咱教示，讲咱是啥物货？咱是羊啊。他说，那个基督徒就是像羊一样，然后人们就像羊一样哦。我毋知大家有捌看过小绵羊哦？咩咩，有看过无？有吼。你知道小绵羊是吼足温顺的，伊完全无方向感，伊嘛家己袂晓去敲找食的，伊嘛袂晓保护家己。伊吼，但是呢，伊知影牧人的声音，牧羊人甲叫伊拢会，伊就远远的所在伊就听到。我有一摆我去亲近农场，毋知咱各位兄弟捌去过无？我有一摆我就想讲，我叫迄小羊，我甲凊彩甲叫名，我嘛毋知伊叫啥物名。哦，我著凊彩叫，迄羊群拢无爱吵我。你知影因拢伫创啊？一直打头伫啊，食草，一直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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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食草哦，然后你知影伊食草的时阵哦，伊就安尼夹夹的，搁食的，夹夹的，搁食，啊，咱头会打开哦，拢袂咧。伊头拢咧咧，一直食，然后一直行路，一直食，一直行路。你有看到敢若咱即马？什么人甲因正共？哈？即摆的年轻人哦，你知道即摆年轻人行路伫创啊？嘿，对，即摆年轻人行路的时阵看手机啊，然后一直安尼，一直滑手机哦，头拢无打起来，哦，足危险的。你看样啊是安尼，咱的青少年嘛亲像是安尼，咱的青少年真正是。咱的青少年，青少年真的是在生活当中，伫生活的中间，伫伊的做抉择、做判断的中间，真正是需要有人甲因带，需要有人甲因疼痛，需要有人甲因照顾。所以，咱看到青少年生命当中有足侪迷惘、足侪不安、不肯定的感觉，朋友甲重要他人的支持、肯定甲陪伴是因真正足需要的。所以，亲爱的兄弟，咱真正是需要去外面，咱真正是需要行出教会，去有需要的所在。咱毋通毋知，你一定爱知影，即马世间，即马咱台湾，即马咱的社会发生的代志。台湾的家庭结构伫改变，你知道咱台湾的离婚率，即摆是世界之冠。3对结婚
都一对离婚，然后足侪结婚无偌久，佫离婚，然后有人是2婚、3婚，甚至是无就莫结婚啊，就同居啊。我伫宜兰的学校有一间学校，甲阮讲因的学校的学生父母亲，就是单亲家庭或者是父母亲离异、隔代教养，讲迄个学校有70-80%学生哦，70-80%，哇！我听了我就伤心的。然后我有一摆去花莲的学校，因讲因的学生无一个正常的。讲因的逐个家庭，爸爸妈妈毋是食毒，毋是去监狱互关，无就因好了被强暴。我听着足伤心啊！我想讲，哇，这世间哪会变做安尼？咱的家庭结构伫改变。前一阵啊有新闻，去年差不多11月、12月底的时阵，新闻有报道。有一个同性夫妻，同性夫妇，就是2个伴侣，2个查甫会当请养一个囡仔。我咧想讲，哇，这代志大条啊！后摆这个囡仔伊的成长的过程，伊的生命、伊的人格、伊的态度，伊对足侪观念一定是去有扭曲了。你知影教育政策即马伫改变啊？108课纲。你知影即马学校对国小开始都爱教性别平等教育，一学期4点钟，一学期4点钟，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当几年前咱有公投，迄当阵教会足欢喜的，因为公投通过了，就是不同意很多的一些法案。但是你知吗？迄当阵一个政治大学教授甲阮讲，他说：“伫遐海头无啥物通好欢喜，因为咱的下一代大学生哦，政治大学的学生讲袂要紧，教授恁会老，恁会死，阮会大汉。”你知影当我听到足侪新闻的时阵，听到足侪代志的时阵，我真正足烦恼的。咱的世间、咱的世界、咱的教育破病啊！即摆宣教的模式嘛伫改变。以前咱爱囡仔爱请假，年轻人也是社青弟兄兄弟爱请假，然后去外国宣教。即摆毋免啊！你知影咱即摆咱台湾都会当宣教，因为伫学校内面足侪新住民，足侪好多新住民个。你知影我的办公室伫新民路都有几啊间有越南的商店，泰国的商店卖越南、泰国的物件。我阮兜我住在所，阮兜一条巷仔内底12户，12户内面都有4个外籍的。哇！你会看到讲，哇，咱的世界，咱即摆活的所在，已经甲以前无共款啊！以前甲以前真正无共啊！你看到遮个囡仔，头拄仔咱看这原生家庭，个教育政策，个整个环境的改变，真正是足侪囡仔，因的足侪世界，因需要帮助，因需要咱甲看顾，因需要咱去因的面头前，甲因传福音，甲因讲耶稣爱你，甲因讲你的生命有希望，你的生命有盼望。遮受伤、迷惘、关键的世代，你有看到青少年的需要无？第3点，还有另外一群羊需要牧者。
杨群需要牧者，你就讲无啦，阮教会都牧师啊，牧师就是牧者，毋是我即摆讲的杨群需要牧者，毋是讲伫教会内面的，是教会外口的羊仔需要牧者。牧师一个尔，但是咱遮足侪兄弟，你的周围，你的厝的邻居，你的囡仔，吼，你的孙，因伫学校内面需要牧者。这个牧者毋是一定爱受到神学装备才会当做牧者，这个牧者是你会当伫因边啊，你会当用披盖做的，你会当关心因，互遮的囡仔会当感受到有人听因，有人爱因，有人肯定因。我有一摆听到这个真正的故事，吼，咱即马定定社会新闻案件，拢有看到人，就是拿刀砍人。有一摆有一个志工老师甲阮分享，讲伊有一摆去学校，教得胜者课程的时阵，伊的手机啊，因为伊要进班，所以拢甲他关静音。然后那时候手机啊都一直有震动啊，电话一直入来，一直入来，然后一通、两通、三通、四通。哇！伊就想讲袂当接这个电话，因为伊伫教课。结果下课了后，伊就紧看迄个手机啊，内底有20几通未接电话。亲爱兄弟，当你看到你手机啊有20几通的未接电话，你会做什么代志？赶紧回电话，对不对？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伊就电话赶紧的回拨，因为迄个电话号码伊想讲毋知是啥。然后伊就讲。电话迄方面，我讲喂，有闲无？出来讲一下。你听到的时阵，有会错一条无？哇，想讲哦，什么代志哦？结果原来是伊以前吼，得胜者的学生，然后伊伫约个学校门口的边啊，然后伊看到伊足欢喜的，然后要拍肩膀的时阵哦，伊看到迄个少年人坐位的边啊。放一个西瓜刀，真正是西瓜刀，毋是玩具刀，是真的西瓜刀。哇，足长的！迄当阵就想讲，哇，这啥代志大条？这个老师伊心内嘛祈祷，然后甲伊讲话，原来这个囡仔，伊讲伊透早要出门的时阵哦，困伤晚，前一天太晚睡了，你要玩电动太晚睡，然后早上叫伊妈妈要美甲那个臭头，美甲臭头。讲佫毋起来，日头晒尻川啊吼！当初伊就起来了，真无欢喜，背着书包去学的时阵，因为迟到，所以佫叫老师嘛。然后进到班级呢，因为迟到，所以呢，后来班级分数又被扣分。同学嘛，干咩？哇！伊迄当初足生气的，伊就拿起书包就推了桌子之后，我歹读啊，他就走了。然后。他走了之后，伊就去买西瓜刀。然后伊买西瓜刀，伊心里想讲：我今晚要上台上，台爸爸，还是要台妈妈，还是台老师，还是要台同学？哇！当伊足生气，伊心内安尼想的时阵，伊讲：我想到我国中1年级上的得胜者课程，有讲你足生气的时阵，你要先停下来。爱想一下，找一个人开讲一下。伊就是讲，我即摆足生气，我即摆嘛毋知要找打一个好，我来找老师好啊。之后伊甲老师开讲，然后老师迄当阵嘛，为伊来祈祷，甲伊开导了，迄个囡仔西瓜刀都放落来，因为有一个重要他人陪伴伊。年轻人有去被引导的时阵，伊会当做无同款的选择。年轻人足需要，因足需要重要他人。头拄仔咱有讲到，头前有讲过，即摆台湾的家庭结构已经瓦解啊！吼，一定教会内面，咱感谢耶稣，因为上帝保守咱。但是教会外面的囡仔，因的家庭足侪问题，
新住民嘛，足侪问题，真正是需要有爱的榜样，有正确的教导，会当良善的劝告，会当互因生命会当慢慢的引导被成全。所以，我真正是感谢耶稣，足奇妙的。我常常因为我做得胜者的关系，我会当接触足侪教会，然后我往往去拜访一寡教会的时阵。甲牧师啊，甲牧师娘，甲传道吼，甲一寡同工开讲的时阵，我拢有上帝互我的启示，互我的感动。我拢会甲问讲，你以前捌上得胜者课程？我毋是逐个拢问哦。他有诶，我都有迄种的感动。我来问讲，你以前有上过得胜者课程？伊讲有啊，你哪会知？然后伊就甲我分享讲，伊过去安那信耶稣的，每一个甲我分享的，拢讲，因以前毋是基督徒，因兜的人嘛毋是基督徒，但是因为得胜者的课程，因信了耶稣，因踏入教会信耶稣。佫互我真感动的是，同尾仔即个牧师恁捌无？罗东长老教会黄伟伦牧师。有一摆甲伊开讲的时阵，我嘛安尼甲问，伊讲，我以前国中的时阵，伊咧高雄国中的时阵，嘛是因为得胜者的老师教得胜者的课程，伊后来就去教会，然后佫去参加迄个老师的婚礼哦。因为伊信耶稣，后来就献身当传道、当牧者了。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虽然咱做得胜者的事工，看起来好像咱去一班一班安尼甲因分享，一班一班甲因教示。虽然当下咱看无到改变，但是咱所讲的每一句话，伫因心内，敢若是好的笑，敢若是好的种子，伫因心肝头内面，慢慢的成长发芽。伫关键的时刻的时阵，因囡仔就会改变，因囡仔就会有感动。伫150年前，宣教士来台湾，真正我足感恩的，因为长老教会遮的宣教士来到台湾，传福音，毋但是传福音，还佫有做医疗，还佫足重要的，真正足重要的，还佫有做啥物货？教育。咱台湾的查某人会当受教育，是因为遮的宣教士。遮的宣教士来到台湾，所以才会当得到受教育。即马，咱看咱台湾即马医疗做了真好，对无？世界看齐的咱的台湾的健保，足侪旅居国外的，拢逐年搁爱转来台湾爱看健保、看病。但是咱台湾的教育，即马足有问题。咱台湾即摆的教育真正是需要咱。你会想讲，我会当做啥？咱每一个人，伫你的生活中间，你会当成做一个基督的人，你会当成做一个付出的人，会当甲你边的人甲伊讲，你最重要的，你真重要。你每一个人都足重要的。咱伫这个世界中，咱伫这个末世的时代，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基督精兵，拢是足重要的一个影响者。咱嘛无去影响遮个世界，咱嘛无去影响校园，咱嘛无去影响咱的社区，都别人来影响因，都别人会来影响咱的囝，来影响咱的教会。你会想讲无啊？阮教会逐个囡仔拢足乖的。亲爱的兄弟，我甲你讲，我当我伫台北上课的时阵，我去拜访台北新北学校，你知影辅导室，逐个拢插彩虹旗。
辅导是要创啥？心灵辅导，你有问题会当来找伊，你有心肝郁卒的会当来找伊。但是这个辅导室大家拢插彩虹旗，表示这个辅导是支持的，支持同运，支持这些多元的这些观念，拢会影响到咱的囡仔。我有一个大学生甲阮讲，一个硕士班的学生，我讲，我听讲即马。大学足侪教授诶，拢是支持同运诶。啊，恁上课安那？我足侪学生拢甲阮讲，咱讲，因为大学特别是师范学校，伊讲，因大概写报告、写专文诶时阵，你嘛写着基督教诶物件，你着去互老师刁难，你着。袂过，你的迄落专文，你的论文，你都是袂当过，伊都是不爱互你过，你都是一定爱写甲多元性别有关系的物件。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真正是邀请大家会当来支持德行者。阮即马德行者所做的，阮毋单是课程尔，阮嘛有做社团，阮嘛有做营会，阮嘛甲。以前课程，咱以前个有问题处理、情绪管理啊，阮即摆有做一套课程，包括防赌的，然后桌游都有。然后阮嘛有做成人的，你会当所做的代志，你会当做德行者的志工。阮知影当中有一寡人，你以前有做过得胜者，我希望我可以当邀请你，会当过来参与，会当过来受装备。训练会当做阮的志工老师，或者助教，还是批改。你知影足侪囡仔，因为因德行者的老师甲因批改。我有一摆我去参加德行者的结业式的时阵，有一个囡仔就站上台，伊就讲心得分享，伫全校的同学面头前，伊讲我曾经想要自杀，伊的手嘛足侪。刮痕，刀痕。伊讲伊足艰苦的，因为伊甲因爸爸妈妈关系无好，伊足想要自杀。伊讲足失望的，然后足艰苦的。迄当阵，伊想讲伊要自杀的时阵，伊就想到德行者的老师，想到德行者批改作业所鼓励伊的代志。当伊想的时阵，伊讲伊就甲刀仔甲放落来。阮看到足侪囡仔，因为阮拢讲迄是守护天使，年轻人以前有叫爱一条歌叫做《守护天使》你是我的天使，咱嘛是真做台湾这世界的囡仔的天使，你是学园的内面的天使，会当来引带来帮咱台湾的少年人。你嘛会当加做阮德行者的带导者，阮真正就需要足侪人的祈祷，因为有人讲属灵的事要用什么属灵的方法。一个人生命的改变，阮爸爸以前拢甲我骂，伊就是牛啦，牛牵到北京，嘛是啥物的牛？你看，哇，人无法度改变啊，人要改变，除了耶稣。人要改变是除了生命得到上帝的爱，得到上帝的疼痛，才会当改变。所以，阮真需要有人来为阮带导。第三是，你会当参加阮的水库计划。伫恁的周报内底有奉献袋，嘛有划拨单，嘛有阮协会的简介，你会当来支持阮德行者一个班级，一个班级一个学年，你如果每个月500块，一年就6000块这样子，就可以支持一个班级。你嘛以当做定期定额的方式的奉献。因为过去有政府还有跟企业机构的支持，但是这些年因为政治的一个打压，我相信大家嘛知影，所以其实阮经费嘛都亏缺了很多。但是上帝是阮的牧者，我嘛希望邀请恁会当来甲阮同工
做伙来同工，做伙来用金钱来支持。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我邀请恁大家甲阮斗阵来站在破口处，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加做青少年的重要他人，互咱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足稳定的，互我会当伫头一届受得胜者教育协会课程训练的所在，南洋长老教会，我来感谢你。我竟然会当伫遮来甲兄弟分享，主啊，这是足感恩的代志。主啊，虽然我台语袂认得，但是上帝，我知影你圣灵运行伫遮，你嘛甲兄弟来讲话。我感谢你，因为济囡仔因需要有重要他人的引带，有重要他人的陪伴。所以上帝啊，愿你来祝福，愿你来感动，愿你圣灵来对大家来讲话。主啊，愿你来互教会真做是个基督的教会，真做一个是愿意行出去，愿意去看到另外有羊群的所在，愿意付出，愿意来陪伴。主啊，阮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爱这间教会。主啊，你知影这间教会有上帝你足侪恩典，愿你嘛搁较大，愿你搁较大来祝福这间教会，来享受这间教会你所要做的代志，你所要真做的心意。阮感谢你，愿你来享受，愿你来祝福，愿安尼祈祷是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我的时间到了，师会。请咱同声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献诗第136首，献诗第136首。耶稣做人牧者，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
第一届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通毋免奉献。这礼拜咱请简秀梅执事、尤佩宇执事实现。请咱起来来吟奉献诗歌。只是来报告，请咱来看周报。在报告进前，敢有第一届来咱教会的朋友吗？好，以下是报告事项。第一项，本主日是得胜者教育学会主日，感谢杨传道代表该学会到本会请安监督，敬请大家为该会事工关心、祈祷、甲奉献。第二项，后主日是属于奉献主日，迄天进行献礼典、和堂礼拜、先前洗礼、九重弦。第三项，2月19点9点半，伫后园北矿山厅举行吴建贤弟兄吴孝和即时认准入殓礼拜。下早10点告别礼拜，中昼11点火化礼拜。下晡3点，王奉礼拜，愿上帝的灵亲自安慰遗族甲家人。第四项，3月7日下午10点，伫台北和平体育馆北部大会举行马街来台宣告150周年联合庆典礼拜。即日起开始报名，请早日登记，以便行政部甲礼典部安排后续的事工。后礼拜事务名单
请同工注意。报告煞，请咱家己看具体的消息。顶礼拜付费概款搭会计报告，请咱家己过目。也是有错误的所在，请向财务部同工反映。以上报告。兄弟平安。咱真感谢得胜者教育协会杨旗乡传道来到伫咱中间，各一届代表教会多谢伊来伫咱中间来分享。像照头拄所分享的吼，咱无去影响咱家己的青少年，自然会有人来影响咱的囡仔吼。所以咱需要，尤其咱做父母的，咱爱搁较做好信用的模范，互咱的青少年来跟对，安尼因才有法度行伫咧正确的路中。所以咱期待咱的囡仔安尼会通有好的品行。咱嘛是需要安尼好好伫咧咱的生活中，诚做咱的遮个细囝因好的安尼生活的迄个模范，互因来跟对。头拄嘛有分享到，就是若无上帝大气力，人实在是无法度改变人。咱只有敢若会通参与伫咧上帝的讲的内面，咱透过咱不断伫遐体会上帝的心意。以及看见侪遮个他人因的欠缺甲需要，当咱有看见的时阵，咱才袂干只有看见咱家己，咱才有法度来安尼行伫咧遐伫主伊所教示咱的讲做伫咧迄个智慧势一个，所以求主帮助咱。咱伫咧咱家己气力有限，无法度做，但是有人有法度。特别咧关心遮个事工的时阵，咱会通为着遮个事工来伫遐来关心、代祷甲奉献。所以请咱来安尼为着即个得胜者教育协会来因的即个事工咱也来致意，来为着因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若有人有安尼迄款安尼迄种感动，嘛会使参与伫咧即个协会内面诚做即个老师也好，也是批改即个作业本我想这拢是真好的事工，会通帮助咱后一代遮个青少年，互因会通安尼行伫咧即个正路顶面。头拄所分享的会通安尼解救侪遮个已经濒临伫咧即个不管是伊家己要自杀也好，甚至是要杀人经过即个遮个协会，因为遮个志工老师会安尼关心。互因安尼，当因要做一个错误的决定的时阵，因为因去想到即个过去的老师所教因的就伫迄个中间，因安尼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安尼就改变一个人的性命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咱若家己无法度做，咱嘛帮助人会通做更较好的事工这是特别伫遮来补充报告。也因为咱伫咧头拄报告的即个第4项，即个3月初6即个因为咱是要来即个北部大会要来庆祝即个马偕来台宣告150周年即个联合庆典这是一个算讲有一连串的即个活动伫咧迄天3月初6是会用讲是算上大型的一个即个联合的庆祝礼拜也因为需要计算人数因为佫包括爱坐游览车也是啥遮个行程，所以请咱兄弟迄个会通尽量伫咧迄个时间3月初6将时间让出来，因为迄天当日咱教会无礼拜，咱所有照着北部大会当初时的规定，甲着迄个所安排。是伫咧3月初6，咱南阳区所有正长老教会拢应该会去，所以鼓励咱所有正兄弟，若会使尽量拢来去参加，咱目前咱所定的名额是总共80名，所以请咱若时间会好势，
咱量早赶紧来去办公室遐来登记报名。安尼时阵，才会通互咱的行政部甲着内政部会通来安排后壁的即个行程。以上的报告。好，咱即是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我也有期待的羊，无受即个羊潮，我嘛一定会带因来，伊嘛会听我的声，嘛会成做一群。举手一个牧者，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咱为全球的疫情控制来祈祷，祈祷疫情早日结束，全球恢复正常。咱的生态甲环境伫未来无甲遭受咱人类的破坏。天父上帝。阮为全球的气候变化来祈祷，祈祷主的救恩早日领导伫全的国家。天父上帝，咱会为咱教会设教70周年献堂的意向来祈祷，求圣灵光照。天父上帝，阮为兄弟工会甲坚守的事务分通家庭的生活来祈祷，特别是即届疫情下。受影响的兄弟，咱来为伊祈祷，求主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天父上帝，阮为所有肢体的身心灵来祈祷，特别是病痛得医治、得恢复来祈祷。为着病后复原，也个满有元气来祈祷，为身心灵的形象健壮来祈祷。求主听阮恳求的声，赐阮祝福互阮。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祈。阿门。请咱做伙来因圣容，祝福于你。因时煞，请林耀新牧师来主导，请咱起立来因转手。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险。吊恁的是信实，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相合伫地，对即时离到世间的落尾。阿门。阿门。请坐，灭土避灰。